1970年嘅尖沙咀，肇事一個龍虎武師被發現慘死屋中，佢嘅死狀慘烈，天靈蓋俾人打碎，下體更加遭到嚴重毀爛，即係大家俗稱嘅爆春。但係更令人震驚嘅係，兇手竟然係死者嘅一個17歲子侄。究竟佢係點樣打死一個孔武有力嘅龍虎武師嘅呢？呢單案當年轟動全港，更被改編拍成電影收錄喺《香港奇案》。案中嘅駭人情節被搬上大銀幕。今日我哋就一齊嚟拆解揭開呢一個17歲少年嘅行兇真相同埋全過程。時間翻到1970年6月18號中午，位於尖沙咀漆咸道33號友聯大廈3樓單位，發現咗一具恐怖男屍。報案人係大廈嘅其中一名住客阿強，佢同死者一樣，都係喺邵氏電影公司擔任龍虎武師。死者係佢嘅細叔伯。阿強透露，朝早11點幾嘅時候，死者嘅同居女友馮亞蘭約佢同埋阿珍去飲茶。原本佢哋想叫埋死者一齊去，但阿蘭話佢仲瞓緊覺，於是3個人就出門。飲完茶之後，阿蘭同阿珍就話要去買嘢，阿強冇興趣參與，於是就自己翻屋企。點知翻到嚟就發現門鎖被撬爛，屋入邊更加係亂七八糟。佢喺門口嗌阿叔嘅名，但係冇人回應，於是就壯膽慢慢行入間房睇下。點知眼前嘅一幕幾乎嚇到佢魂飛魄散，佢見到阿叔成身都係血倒臥喺床邊，當時淨係着住一條底褲，下體血肉模糊，場面十分之恐怖，於是立即跑落樓報警。警方接報之後迅速趕到現場展開調查，但係探員一眼就認出死者。咦，佢咪歸功德？歸功德全名梁德才，35歲，祖籍山東，佢老豆係退休探員。喺尖沙咀一帶人脈甚廣，而佢早年亦都曾經當差，但係後嚟離開警隊就轉頭邵氏做龍虎武師。佢恃住屋企嘅關係，經常周圍蝦蝦霸霸，更加入黑社會為非作歹，長期操控舞女接客賺錢，因此俾人叫做歸功德。根據法醫報告顯示，死者身上邊有多處三角刀造成嘅傷口，分別喺胸部同埋下體。但係呢啲都唔係致命傷，佢真正嘅死因係頭骨破裂，推測係俾人用鐵錘重擊，死亡時間大約喺中午12點。由於死者嘅背景複雜，再加上死狀慘烈，所以探員認為好大機會係俾人上門尋仇，而兇手刻意攻擊破壞死者嘅下體，唔排除案件可能同桃色糾紛有關。而更詭異嘅係，鑑證人員喺檢查大門嘅時候發現，門鎖被毀壞嘅程度根本不足以打開道門。換言之，即係話撬門只係一場精心嘅佈局，兇手可能係有鎖匙入屋，好大機會係熟人作案。有鎖匙入屋，蓄意毀屍，現場佈局企圖混淆視線，種種跡象話俾我哋知，兇手心思細密，而且同死者嘅關係非同一般。佢到底係邊個？佢同死者之間究竟有咩深仇大恨？警方向死者身邊嘅人逐一展開調查，而根據阿蘭嘅口供，原來佢對梁德才恨之入骨，因為當年佢係俾梁德才強姦先被逼喺埋一齊。雖然兩個人同居咗6年，連仔都生埋，但係梁德才完全不顧骨肉之情，唔單止將個仔抌俾梁家照顧，更加長期虐打佢，又逼佢接客賺錢。而阿蘭曾經3次自殺不遂，但每次救翻換嚟嘅都係更嚴重嘅毒打。而大約喺案發前1個月，梁德才因為爭落1萬蚊大耳窿賭債，被債主上門追訴，對方限佢1個月之內要還錢，否則就會對佢不利。跟住佢就逼阿蘭諗辦法籌錢，仲話無論賣身賣仔都要搞掂筆數，更加揚言話如果籌唔到錢嘅話，就要將阿蘭賣落記仔抵債。探員認為阿蘭有殺人動機，於是直接質問佢，但係佢就好冷淡咁話：哼，呢種人渣死咗最好啊，可惜唔係我親手殺佢。阿蘭坦言自己一早想殺死梁德才，但係可惜始終冇勇氣喐手，再加上喺案發當日中午佢有不在場證據，阿珍的確同佢一齊去咗買嘢。雖然阿蘭冇時間作案，但係探員始終覺得梁德才嘅死係同佢有關，於是就派人跟蹤佢。果然佢喺離開警署之後，迅速去到一間餐廳打電話，冇幾耐就有一個後生仔匆忙趕到，兩個人鬼鬼祟祟咁見面，探員將佢哋嘅對話全程錄音。你辦事真係乾手淨腳，班差佬雖然懷疑我，但係我解釋過之後，佢哋全部信晒我啦。蘭姐，我願意為你做任何事，等呢件事過咗之後，我就正式娶你入門。